逆境中的希望，作者 Selina。 大家好，我領洗超過40年，都可以算係一位老教友。喺2018年12月底，我第一次踏上讀經台，分享我丈夫嘅信仰見證。嗰日正正係我丈夫嘅逾越聖祭。我丈夫走得好突然，佢瀟瀟灑灑話走就走，之前完全冇任何跡象。佢嘅離開就好似一個巨大嘅橫幕突然從天而降。嗰一刻，我完全冇得避，亦都冇能力去抵擋。我嘅十字架壓得我好重好重，我亦都好痛好痛。我不停咁問點解，我甚至開始懷疑天主。我問佢：主，你愛唔愛我？喺嗰一刻，當然係冇得到答案。後嚟我發現，原來天主嘅行事同人係唔同嘅。雖然天主冇直接回答我嘅問題，但係佢透過唔同嘅人同事，慢慢將計劃顯示俾我。我更加體會到佢嘅大愛同慈悲。喺丈夫返天家嘅第二日，我去探望教我道理嘅修女。修女同我講：你丈夫已經完成咗塵世嘅補贖，可以返天家啦。又有一位教友同我講：同你丈夫一齊生活，只係你人生中嘅一個使命，但唔係你唯一嘅使命。甚至我嘅髮型師都安慰我咁講：朱太，朱生已經交咗世上嘅功課，而家可以同天主見面。我哋都要做好自己嘅功課，將來去見天主。而最令我釋懷嘅，係喺一次修和聖事中，天主透過神父同我講：你應該知道，天主照顧你嘅丈夫，會比你照顧得更好。嗰一刻，我完全明白，原來天主一直都冇離棄我，佢一直都喺我身邊守護我。佢安排嘅一切，對我丈夫都係最好嘅。我又體會到，當人處於困難同痛苦嘅時候，個心同耳仔都好容易被蒙蔽，聽唔到天主嘅聲音。但只要我哋嘗試放開懷抱，唔好執着於懷緬過去，依靠天主嘅愛，勇敢面對同接受已經發生嘅一切，我哋就能夠慢慢從黑暗中見到光明。喺2019年初，我參加咗一個由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舉辦，叫做谷中百合嘅計劃，當中包括為失去親人嘅弟兄姊妹而舉辦嘅6次聚會。喺聚會中，我哋一齊祈禱同分享，亦有義工適切嘅陪伴。因為參加嘅人都有共同嘅經歷，所以喺聚會裏面可以盡情抒發對親人嘅思念同埋不捨。原來有同路人嘅陪伴，彼此體恤同鼓勵，能夠幫助我哋走出傷痛。感謝天主安排咗呢個聚會俾我哋。而家我同幾位參加者已經成為咗好朋友，仲有定期約出嚟見面，甚至一齊去探望已經走咗嘅另一半。起初，我失去丈夫嘅時候，以為已經失去一切，但其實天主早已經為我打開咗另一道門。而家我每日學習尋覓
同聆聽天主仲會俾咩使命我？塵世嘅生命係短暫嘅，一切都會過去，唯有天上嘅家鄉先至係永恆嘅。感恩今日我可以同大家分享逆境中嘅希望。主耶穌曾經答應過我哋，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馬竇福音28章第20節。就讓我哋懷住呢份信念，跟隨主耶穌基督，直達永恆嘅家鄉。主佑大家。